再来看这股市的好消息，这是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财报表现了袂歹，所以今日这市场就随有反应。盘中这股价是创新高，冲到1100块，落尾是收伫1085块，前后加起来是拢总起50块，市场的价值超过28条。那即马受到这个台积电的带动，台股是收伫23487点，拢总是起433点。Next 5 years, it will be very healthy also to TSMC. 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魏铁家伫17线顶发说会顶悬，有若看好台积电未来5年表现，搁一摆调悬全年美金营收，按算增加幅度将近30%，比市场预期较好。这回也互台积电10倍股价表现真强，开悬行悬，盘中攻到1700块，最后收盘搁创历史新高，收跌1085块。从1000到1500的路上，在这里慢慢往上走，两万四不是问题啊。就台积电再往上的话，台股它一定往上。我想台湾有台积电，未来前景是乐观的。观察台积电今年股价表现，升至7月初1超过1000到1005块，7月11个徛到1080，啊，毋过到8月初5低点个收跌815块，这个月10日冲到新的高度，收跌1085块，起50块，那创历史新高，是达接近18点。1条，台积电上攻气势也带台股向前冲，10上关到23713点，最后收伫23487点，起433点，是达超过75条。对台湾未来布局，魏铁家表示，明年量产1奈米需求会比3奈米较悬，台积电的1奈米厂分布伫新竹地区甲高雄厂区。人工智慧的市场仍然持续在成长，所以台积电目前的3奈米制程供不应求，这个是目前它业绩创新高主要的原因。目前呢，它的竞争对手3奈米不成熟，包含三星跟 Intel， 所以简单的讲，台积电目前是没有竞争对手。虽然台积电第三季财报也望，啊，毋过传出美国商务部咧调查台积电是毋是有为华为生产人工智慧，也就是智慧手机晶片。台积电回应，作为守法的公司，致力遵循所有应适用的法令甲法规，要完备的机制，确保合规性的出口管制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